啊，要去参加出兵的比赛，我要把这礼物送给王婆。台语战队，咱的挑战已经开始咯。呀，嘿嘿。这段的台语要安怎讲？欢迎各位加入台语放松，每礼拜一、拜二暗时10点半，做伙学台语，调换霹雳英雄。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理工大厦互警察包围情形管制愈来愈严，教堂内面存60人，真侪示威者拢无体力啊。台湾的货轮甲中国的沙洲仔船相撞，船员跳海逃生，教堂阁有2个台湾船员找无到。台湾的高中生头摆参加世界级的电竞比赛，就甲摕冠军回来。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香港理工大学情形。理工大学互香港警察团围住，含记者要出入也严格来管制。一个出来是换一个入去，而且这几天已经有上千人互警方登记甲带走。在今仔日也有人选择要来离开，校园内底可能阁剩60人。有一寡人也已经无啥体力，已经真虚弱啊。下晡，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郭威也来到理工大学呼吁内面的学生要赶紧出来。不过内底有人伫咧歹腹肚，外界也质疑讲这物件无卫生，这款的言论也互总破西真不满。理大四界拢是粪扫，规个密密茂茂。香港警察封锁真侪天，已经有成千人离开学校。来示威者常常伫遮的餐厅，记者敢若是摕手机起来要翕的这个动作，都互示威者真紧张。其实这个记者在走来的路上有遇到一位年轻人，他一看到我拿起手机的时候，马上躲到旁边，而且就是态度有一点紧张的，要求我赶快把手机关起来。要是有方便的示威者伫学校内底行来行去，大部分拢爱记者离因较远咧。若是这个查甫同学讲话时阵无声力，伊讲伊真丢毒，唔知影要出去无。是走出去登记就可以出去，你为什么不选择这个方法？那个是什么？我有考虑过的。会觉得这样代价很大吗？留在这里？对啦。餐厅摆设这天也是有供应中倒腾，毋过四界拢会当看到臭酸的物件，而且有真侪臭味。传出讲有人落屎发烧，校方关心。副校长话边讲顶日，佮答应示威者要求派人来灶骹摒扫。若是连续几落天拢无离开理大导致，互学生有饭通食，伊不帮外界指记卫生条件变歹，伊真受气，走去甲副校长呛声。伊讲到底啥物人才是真正有去照顾學生？我透過請你清晒啲垃圾佢。我都想，我一個人煮幾個人嘅餸，有冇人幫過我？我有冇人幫過我啊？我幫你唔到呢度啫。下晡，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威雄雄出現，伊講聽到消息，也是有2個成大學生流淚，伊希望講學生會當趕緊離開，而且認為規個事件攏互人真艱苦。校長會勸他們離開嗎？會的，對。It actually is very sad. I hope you understand. Yeah, but we like to have a peaceful ending. 示威者内部评估，学校内底超过有60人。理大表示希望讲代志会当赶紧和平结束。若是学校去互迫害，校方表示会叫学生赔。太多事情我们要处理了，你看看这个很多发射品在平台上面。我们会向学生求偿吗？不会。也阁有人坚持无要走，一个无愿意公开的示威者，伊穿规身的装备，胸坎头前阁扛10几个赖达，准备随时要冲去前线。毋过尾仔时阵，阁有人决定要离开。理大学校外口，警察继续派真侪人伫遐包围，管制人员出入是真严。烧日爆发就是要互学校内底抗争者无路通去。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香港的抗争一直未收煞，香港市民连续几日利用上班休逗时间上街头发抗争的口号。民间人权阵线也宣布讲，伫咧国际人权日以前，12月7日会举行国际人权日集会。不过，人伫咧英国的香港律政司长郑玉华却对媒体讲，香港动乱甲倒换条例是无关系，这寡示威者就是暴力的行为。看到警车在大声骂，反送中爆发5个月警察一部分香港市民心中是恶人，人人害怕。解散警隊，刻不容緩。在港岛的市民已經連續幾日的上班日犧牲中途休困時間，快閃發口號。港鐵元朗站無看到抗爭行動，不過一直公布宣布提早關起來。自從17日爆發元朗烏幫無差別攻擊市民，美國為之一，元朗就抗議，港鐵下晡2點就警察進駐要求市民離開。種種代志最初是為反送中開始，少5個月無平息。不過，人在英國倫敦的香港律政司長鄭玉華對媒體表示，香港動亂甲倒換條例無關係。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Hong Kong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ugitives Offenders Bill. It is, if I may say, plain violence. 伊表示，特區政府將以務實的方式面對，已經甲相關利益者進行真濟擺對話。不過，這訪問內容在面冊頂懸受到強烈批評。有市民鬧話，全世界攏知影香港發生的亂象，攏源自倒換條例修訂。在香港按算24本禮拜日舉行區議會選舉，泛民派議員呼籲民眾愛出來投票。每一個投票者都應該要了解的，他們投出這票本身的意義在哪裡。一方面就是對運動你的看法，另外一方面也是對整個政府。在過去6個月的，你可以看他的如何的不聆聽民意，如何的躲在這個警察的暴力之後。香港有10個區過去區議會釋出大部分掌握在建制派主導，不過反送中示威引發部分市民對港府甲建制派無信任，特別開始的選舉是不是會讓兩派議員釋出改變，成做大家注意的焦點。記者綜合報道。所以來鏡頭看轉到台灣來關心咱的政治消息。民進黨正副總統參選人蔡英文甲賴清德，甲黨主席杜英泰，攏佇咧替區協立委參選人拼選情。面對着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佇咧網絡直播講到總統的3大項工課，蔡英文也表示講，這當然是總統的重要工課，也強調講實現答應過選民的話，而且要有信用。下雨動算，下雨動算。雖然家人落雨，不過現場依然真鬧熱。總統蔡英文22日前出連夜立委蔡適應登記，也喺上個鐵小頂懸簽為台灣頭贏起的字，象徵家人這些未當少。對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在直播中講到，確定國家發展目標頂的總統3大工作。總統表示認同，不過也口說上重要是要有誠信，堅守為利。我相信總統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兌現自己對選民的承諾嘛，要有誠信，而且要守住自己的崗位。副手賴清德是到台南替立委參選人郭國文徛台，對特首張善政這期伊的態度立場，伊無願意加做回應。另外，前總統陳水扁參加一邊一個行動黨不分區名單，賴清德也無正面回應。其實國人對蔡英文總統的支持，其實很多也是源自於對他健康人權的維護啊。我們希望他的健康呢能夠好好照顧。民進黨主席杜英泰是到馬祖為立委參選人李文輔選，希望鄉親和少年人機會，因為馬祖被看作是前線，國安特別重要。伊這期國民黨將有國安疑慮的競選第不分區名單。我們競爭的對手政黨國民黨的不分區名單當中，竟然毫不顧忌地提出對國家安全這麼有威脅性的人選擺在安全名單當中，我們就會知道我們在面對國家安全保障的這個工作上，我們的責任是何等的重大。
对共党不分区名单政绩，蔡总统表示，政党提名时应该思考人选是不是社会拢应支持。民进党将真侪有社会代表性的提名人，拢提入安全名单，都是政党负责任的态度。蔡总统也回击共党主席高登基认为民进党不分区名单是一股敲出来看法，强调名单关系总统选前，再问总统参选人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厝最近风波不断。下晡接受访问的时阵，伊强调讲有公开说明过，也是有人甲伊抹黑。另外，伊副手张善政访问着批评国民党不分区名单，张善政却回应讲，重点是甲蔡英文救落来。拄啊结束电视的专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看起来心情袂歹，讲到最近伊家己的买卖厝的争议，伊认为顶礼拜已经透过发言人公开说明过，说还是红标甲抹黑造谣，真无聊。一些特意要抹黑跟扭曲造谣的，一定要把房子扣到我们的名字。如果要把我韩国瑜一辈子所住的房子，通通做一次仔细的清查的话，那太多了。我觉得一场选举选到这种程度，不停的抹黑造谣，一定要把房地产扣上来，非常的无聊。伊到底伫台湾古的厝住偌久？韩国瑜甲回应讲，遮尔侪年，事实上住真侪所在，甲伊交情袂歹的前花莲县长傅昆萁，伊投入咧花莲的立委选战，互花莲选情愈来愈紧张。敢是会支持傅昆萁？韩国瑜讲爱分两个层面来看待。一个情感，一个政党，到时候大家一定会了解我的选择。这样子一个不分区名单的变动，他心理上的一些起伏。我总是说跟他打个电话质疑一下，没有其他的沟通都没有。原本红立委国民党不分区的前立委邱毅出理新党不分区第1名，韩国瑜正式捌甲伊讲过电话，不过捌发出要甲国民党不分区名单切过的副总统参选人张善政，下晡再度互问到对名单的看法，伊要大家甲重点放伫互蔡英文落台。不管你对这些名单有什么想法，最重要的目的是明年的总统票要投给韩国瑜，怎么样让韩国瑜可以当选，这是最高目标。好，不要再问政党票了，好吗？张善政强调，伫替国民党找上大的空间甲发挥利益，上重要的是还是爱总统当选。做韩国瑜的副手，张善政目前要做的目标真明确，就是甲韩国瑜送入去总统府。记者综合报道。在今日中昼，台湾民众党不分区提名的前12人做伙出现来造势，郭文哲趁机会口车拿力，伊讲这份名单是伊上界骄傲的。之前伊批评台独的管法，透早佫甲话讲较重。伊讲有人专家移民纽西兰，说等于当台湾办台独募款餐会，伊家己看了真插目。兼任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郭文泰带民众党不分区前12名被提名人斗阵出来，郭文泰是趁机会各后生拿力。相对其他的政党我们既不是分赃也不是派系的妥协，更重要的，我们没有去用这种钱，你知道来决定。新公司小副总经理吴新平第一摆出来，正做关注焦点，伊便为财经领域提供贡献。按过外界质疑立业回避问题，伊表示会先请假参选，若是当选会依照即马政府法令来做。就依照现行的法令的话，就是只有公务员的部分才有，民间的部分没有这样的规定。警方自控国会设处，国体各将火力瞄准民进党，正式讲接批评台独是变身啊！再起，各表明不满被抹红，也佫讲对台独募款参会是看未顺眼。我最讨厌人家给他抹红了，那你扣帽子有时候不高兴，我就给砍回去。全家都移民纽西兰，那每年在台湾办募款餐都有，看着就台独募款餐都有，看着就不顺眼。国文泰批评台独，佮批评前社民党主席范群，讲伊入民进党不分区名单是被收买，引起范群别空回击。国文泰捌找伊做副市长，按过国泰反问中间人是什么人？我们认为政治是不能被收买的。我当然理解政治要妥协，但是妥协应该是说清楚自己的理念，而不是个人的政治利益交换跟算计。那被收买就被收买，啰里吧嗦干什么？你党都没有了，你还啰嗦什么？国泰话讲甲真无客气，两人互呛，啊，毋过是毋是认为范群背弃家己选民？国泰想要讲，佫无必讲，最后用公司并购改组来形容，是定定有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前花莲县长鲍坤琪，伊的家后也是国民党籍别县长施振伟，今日强调用无党的身份去登记参选花莲的立委。
也认为国民党伫咧花莲已经提名黄启嘉、鲍坤奇去参选，也造成泛蓝的分裂。不过鲍坤奇讲家己是正蓝，而且是上重的参选人，想要吸引泛蓝支持。在支持者的关护之下，600多位民众客观现场，有记韩国瑜比亚的讲讲，冒国民党籍基层的年代，前法庭馆长鲍坤奇和太太现任法庭馆长齐真伟，牵手行入去县选委会，以不党籍的身份登记参选法庭馆立委，为法庭的选情投下震撼弹。我3次申请恢复国民党党籍，3次都被搁置。花莲泛蓝最强棒。但是我们一直顾后到最后，没有任何的裁示跟结果。我想，咱华联党一向无人听，咱家己拼，向亲做靠山，你讲好无？选立委参选登记截止日进前出手参选，鲍坤奇展现8当馆长的任命，搁再加上现任馆长齐真伟花莲政治的实力，对花莲的泛蓝和日分裂，鲍坤奇强调家己才是正拿军，家己才是拿赢上强的。齐真伟大动作小天，敢会遭受党纪处分？因为我们党章的部分，对于候选人的配偶以及亲属是这个可以报准的，我们是可以，我已经有跟中央党部报备了。因为中央现在才刚刚收到信。动作算违纪吗？这样动作算违纪吗？面对是不是会处罚，国民党法庭管党部讲话真保留，但是国民党不管是不是和鲍坤奇正式变面，国民党立委参选人黄启嘉拢表示会参选到底。我应该是国民党提名的唯一的候选人啊，因为有很多混淆的新闻，好讲说什么跟无党籍有一些暗盘交易等等，这些都没有的事情，完全没有的事情。我想，如果韩国瑜总统候选人、本党的候选人来，一定是到本党的立委候选人的总部来。关南出现分裂的局势，11月27日，黄启嘉花莲联合竞选总部成立，按算要找韩国瑜来徛台，韩国瑜会安怎表态，嘛一定会牵动到花莲拿赢的选情。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货船中新轮20对中国马尾青州开登去马祖的半中途，却甲中国的沙洲仔船相撞，其中有9个船员跳船逃生。中国福建海事局也出动去救人，顺利救到7个，不过阁有2个台湾船员到当时找无到，也因为事故发生的地点伫咧中国的海域，台湾无法度介入，陆委会也表示讲会协助家属来处理。相片当中，这只台湾货轮长新轮2日暗时为中国马会青州准备驶去马祖，传出挡到中国沙洲仔船。船沉去有9名船员跳船，中国福建海事局接到通报，派直升机搜救船，顺利救起7个人，不过依然有2名台湾船员找无。官方没人理我们了，我们能够找谁了？一般百姓能够找谁？两岸也没有这个机制，马祖这个机制，我问官方，他们官方都没人知道，没人给我们回答。金马船务代理公司表示，长新轮有6名台籍、3名印尼籍船员、2名落海失踪的台湾船员，分别是准副甲杜工。主要是载运冷冻鱼仔原定11为马祖去马尾，20日登去台北港，结果就拄着意外，伫闽港口离岸差不多1里的所在，弄到沙洲船。船已经沉去，船公司伫下晡飞去福州处理地球船员甲后续的代志。我们都会循着既有的机制快速的，那么驰援救难那有关于家属都有需要的话我们都会全力协助。陆委会表示会提供家属相关协助，不过这摆船只弄到的地点在中国海域，台湾无法度介入，只好挖靠民间搜救团体传消息。甲长新轮弄到的中国沙洲船已经离开现场，传出被相关单位监管。中国方面依然在进行搜救行动。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交通部当咧积极推动铁路建设，不过也发生一寡争议。有交通学者批评桃园的铁路地下化经费爱上千亿，却甲审查委员这个位撕掉来抗议。桃园市长郑文灿也回应讲，审查委员对桃园无了解，铁路地下化对桃园的交通有帮站。铁路局也强调讲，因拢有遵照法律伫咧审查，也尊重委员的各种意见。
最近交通部积极通过宜兰铁路高架化可行性的评估，阁有提出高铁南延屏东、东延宜兰的规划。毋过，小连续有审查委员表讲高铁南延有定数的问题。也依据当天的会议结论，委员的意见其实都已经被列入报告里面，作为附件送到行政院，所以它并没有违反程序。行政院培会绝对无定数的问题，毋过有交通学者点名桃园铁路地下化开正1块是钱坑。15桃园铁路地下化通过综合规划，审查委员张胜雄伫会后施职。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愧对桃园了，会造成台铁亏损继续的扩大。那成本暴增10倍，但是它的营收会暴增10倍吗？不会。桃园市人口最近这2年增加13万人，报告指出，铁路地下化会当提供30万的工作机会。桃园铁路地下化的规划起点伫新北方面，到桃园平顶站，原本高架化的经费是308亿，变做铁路地下化了后，经费要到1047.1亿，预计2028年7月份通车。交通学者批评讲，铁路立体化变做专台运动，欢乐讲会变做地方提案，中央付钱。80%民意的期待，也是桃园的100年建设。对我们的都市发展，以及桃园到中壢之间的交通瓶颈，都会有所注意。台北的铁路地下化所花费的成本是远高于桃园的铁路地下化。这些案子本来就都各有不同的论点我觉得都可以表示尊重那委员也是合意志，也不是单一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委员意见我们就是表示尊重。铁道局表示尊重无共委员的意见，照合法的机制来审查。若是高铁南延案目前进入国发会的审议当中，行政院表态无违反行政程序。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的网络平台驾驶在1月10日有向台中市政府抗议了后，在今仔日又到台中市交通局开了协调的会议，批评市政府的官员头脑死定定，干那看法规，颠倒无想到1500位司机爱讨趁爱生活的问题，要求台中市政府爱伫11月底，也就是期限以前放宽条件。不过台中市交通局也坚持讲爱照法律来行。台中市网络平台驾驶大声喊口号，希望台中市的交通局赶紧开放多元客联车的车架甲车牌。无牌可挂，无牌可挂，多元变骗局，多元变骗局。根据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第103条之一，若是无法度合法的多元客联车，伫12月初1开始违反载客地来处罚。大台中地区的网络平台驾驶要求讲，一个是协调车队开放车架，第二是300外张的客联车牌要提不简单，嘛无法度解决1500的从业人员的需求。属于新兴的一个轿车的方式其实台中一直到9月、10月才开放。不同的阶段，你应该要加速的去做这样的事情，让它能够变得是更快速的，而不是说你墨守成规。王先生已经做Uber驾驶3年外，嘛有考过职业客车驾照，嘛配合政府辅导，毋过即马说面对无法度摕到车架甲车牌。目前就是只有300张可以用，那但是我们全部台中市的这个 Uber 司机总共有1500人左右。网络平台驾驶业者认为，车队的车架真有限，佮加上客联车车牌无够，甲其他5个都市比起来，台中市今年9月份才同意开放多元客联车，开放的车牌佮车架的数量上少。800外个摕到客联车，只要登记的驾驶摕到车牌，而且家己去车队的无甲100个，要求台中市交通局放列发牌，而且对袂符专业的多元客联车暂时莫处罚。毋过台中市交通局表示无法度配合。其实驾驶还是可以有这个取得牌照的一个机会。如果说真的今天需求超过这个供给，理论上应该会有公共会来提出。台中市交通局长下晡甲网络平台驾驶自救会成员来见面，除了同意协调台中5大车队提供车架予多元客联车，嘛愿意斗3工整合辖区经营的车牌车架问题，嘛会赶紧来检讨相关法规，对市场需求的方面来检讨开放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一间老字号的金仔店，利用网络卖物件，人客要求讲物件送到位才来纳钱，毋过一送到位就随互抢去。业者算是卖30万，用想也知，这就是嫌罕安排好势落买罕。警方也已经抓到一个，另外一个当咧追查。会务人员来店里，甲要送货的单仔搭伫咧已经装金仔的卡面顶，这挂金仔价值超市30万，是一个家己讲伊是姓叶的查甫人，透过网络向店头来订的，要求业者甲伊送去台中市的北屯区。
啊，毋过回到台中了，才要送去指定的地址，就出现一个牙签的歹徒指定要银楼配送的这3件货，了后就把这个物件抢走。出货前呢，他临时就变卦了。他说他担心我们是诈骗集团，他不敢汇钱给我们。那我们店家是以客为尊的哈，所以后来就遵照那个消费者的意愿，好，所以就用黑猫仔即便货到付款。或者讲，本来店里接收网络买物件，就爱先收定金。啊，毋过这查甫人讲伊结婚去要用，而且佫开示信，互因相信，因才会答应讲配合汇交才付钱。啊，毋过刷了要30万，怀疑讲这是新型的犯罪手法，赶紧报警察，嘛通报工业要爱注意。他跟这个银楼的业者下定，下定以后，他约定交货的地点，然后到现场去将趁这个验货的时候，将这个货物强行取走。警方早起宣布抓到一个嫌犯，嘛证实是嫌犯向业者落订了后，才过来抢的犯罪手法。啊，毋过目前还有一个人还未抓到，爱等待对方互抓了后，才会当确定落订的查甫人是谁。其他的银楼是表示，若是接收网络买物件，拢会要求先用信用卡付钱，还是 ATM 转销。确认金额入来了后，才会出货，卖当避免发生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福音。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第4天的单核调查听证会，Trump 亲身任命的驻欧盟大使桑德兰却讲出惊天动地话。桑德兰讲 ，Trump 用华府访问行程，甲乌克兰总统正做交换条件，伊调查拜登因爸仔囝，以及着外力介入美国2016大选这2件代志。Members of this committee frequently frame these complicated issues in the form of a simple question. Was there a quid pro quo? As I testified previously, with regard to the requested White House call and the White House meeting, the answer is yes. 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20日听证会开场的声明，真清楚的讲，伊是照总统的命令，配合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拜托乌克兰对川普的政敌拜登进行调查。桑德兰嘛先认讲，川普无直接讲过4个美金的军事援助去用扣掉的办法是为着调查。啊，毋过伊表示，伊甲朱利安尼还佫有别种官员往来过程当中，伊真清楚，迄就是一切的关键。Mr. Giuliani conveyed to Secretary Perry, Ambassador Volker, and others that President Trump wanted a public statement from President Zelensky committing to investigations of Burisma and the 2016 election. Mr. Giuliani expressed those requests directly to the Ukrainians, and Mr. Giuliani also expressed those requests directly to us. 川普当刚伫北京南草埔准备要坐飞行器去德州的时阵，伊摕2条真认真的甲伊伫桑德兰6点钟的听证会面顶所听到真重要的证词，真大声伫媒体镜头前来来回回念几落摆。Here's my answer. I want nothing. I want nothing. I want no quid pro quo. Tell Zelensky to do the right thing. 第4天的听证会下晡出席的证人是国防部主管乌克兰政策的副助理部长古博，还有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管理摆第3个次卿赫尔，重点拢放伫咧乌克兰4个美金军事援助去用扣起来决策过程。替川普辩护的共和党议员讲，乌克兰政府毋知影军援去用扣条例，就会当证明双方无对价关系。啊，毋过古博表示，事实毋是安尼。伊讲乌克兰早就伫咧7月25就知影讲军事援助会去用动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天主教的教宗本济国正在进行亚洲访问，是教宗经过35年后，搁再踏到泰国。泰国总理帕拉育以替教宗举行欢迎仪式。因2个人也讨论到移民甲难民的问题。乌色车开到位，车门拍开，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豆豆落车，泰国总理帕拉育随去迎接，佮用演奏国歌的方式来欢迎教宗。这是天主教教宗35天来佮一摆访问泰国，3天的访问行程内底，头一天方济各先去拜访泰国总理帕拉育，讲到国际移民佮难民会拄到的问题。方济各表示，希望泰国会当互拄到危险剥削的移民佮难民保有尊严佮权利。Crisis migratoria mundial no puede ser ignorada. La propia Tailandia,conocida por la acogida que ha brindado a los migrantes y refugiados, ha enfrentado esta crisis
debido a la trágica fuga de refugiados de países vecinos. 了，方这个去拜访当地佛师拉查波比托斯，甲佛教的兴亡见面。泰国有6500万人，超过一半的人拢信佛教，也毋过信仰天主教的人嘛超过38万人。加上今年拄好是罗马天主教伫泰国宣教350周年，所以方这个沿途嘛受到信徒的欢迎。方这个认为，伊即个甲佛教兴亡见面，代表无同的宗教互相的对话，嘛代表建立一个和谐、公平、甲包容社会重要性。了，伊前往圣路易斯病院勉励医护人员甲病人。暗时，伊会伫泰国国家体育馆举行弥撒，到时阵预估会超过2万人的教徒去参加。记者陈世东报道。德国有一间拍卖公司，22日德国慕尼黑举行一场拍卖会。拍卖物件当中有纳粹德国领袖希特勒甲因太太的私人物件，却引起德国犹太人协会不满，要求因爱停止拍卖，认为拍卖纳粹政权的遗物是违反道德的。拍卖阿爸提出一顶乌礼帽啊，并开来看，帽仔底有纳粹德国领袖希特勒的签名。德国一间拍卖公司直接伫德国慕尼黑举行一场叫做1919年以后德国历史收藏品拍卖会。拍卖842件纳粹相关的物件，其中有希特勒的乌礼帽啊，甲伊的太太以外的礼服，引起德国犹太人协会不满，寄大量 email 予拍卖公司，要求停止拍卖交易。Die privaten Reaktionen, die per E-Mail an uns herangekommen sind, sind zu 99,9% negativ, wo die Geschichte reduziert wird auf ihr seid Neonazis, ihr seid einfach nur gierig, kein geschichtliches Bewusstsein. 德国犹太人协会主席表示，拍卖纳粹政权遗物无道德。安尼拍卖会会侵极右派新纳粹主义者，按过拍卖会无取消，负责人表示，公司对买人背景管制真严，大部分是亚洲甲美国博物馆。Der Standardkunde ist, würde ich sagen, zu etwa 75% aus der Museenlandschaft. Die restlichen 20%, die kaufen, sind in der Regel private Sammler oder Autoren von Sachbüchern. 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北平，接德国边境小镇不老老的这栋黄色老厝。奥地利政府加征厝主今年8月结束真济年的官司了后，奥地利政府为了要护者建造新纳粹主义者的雕像地，19宣布将这栋建筑改造警察局。Ja, ich finde, hätte es eigentlich besser gefunden, wenn vielleicht in so ein Museum reingekommen. Ja, also grundsätzlich wäre ich dafür gewesen, dass man das Haus wiederum der Lebenshilfe. 要安怎处理这栋老厝已经静期真久，过去捌当作是自然机构使用，有人注定应该要拆掉。奥地利内政部长表示，厝予警察使用是为着消除大家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参众两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了后，目前就等美国总统传署了后，法案就会有效力。未来美国国会逐年拢会审查香港特殊经济地位所一个迫害香港人权的人，因会甲因随意制裁。不过，中国的官方媒体也随来反击讲，美国政府发布干涉中国内政的法案，只是一张废纸而已。美国众议院伫11月20表决参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最后以417票赞成、1票反对，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法案。Today, the Congress is sending an unmistakable message to the worl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in solidarity with freedom-loving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we fully support their fight for freedom. We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re will be strong sanctions, other ramifications for this crackdown, for this abuse of power. 不过，中国官媒《人民日报》随伫头版刊登评论文章，批评美国政府讲发布干涉中国内政的法案，就是一张废纸。港府嘛强烈表达反对的态度，嘛讲法令若是颁布，会影响到美国甲香港的关系。冇理據嘅，亦都毫無必要。呢個亦都係干預咗香港嘅內部事務，我哋係強烈反對嘅。今次佢哋通過呢個法案呢，我哋覺得咧會影響咗美國同香港嘅關係。亦都會影響美國嘅利益。
因为美国参众两院已经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所以就等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第10天内，若是无签字，嘛无否决，法案会自动生效。一旦变成正式的法律，未来美国政府每一年拢会审查香港的自治权，是毋是符合得到保育特殊地位的资格，并且制裁伫香港维权人权的官员。学者分析，美中贸易初步协议卡关，搁再加上来自国会压力，川普签署法案的几率非常的大。中美的一个贸易协定似乎在目前好像就卡关了。既然中美之间可能要达成协议的话，那整个国会就几乎是全票通过这样的一个香港的一个人权民主法案。对于川普来讲，必须要说去顺应美国国内的一个对人权民主的一个坚持的要求。另外，美国众议院嘛通过保护香港法案，限制甲香港出口催泪弹、甲枪架、枪支等等电报的装备。针对香港这两个法案，学者认为有可能正做美中贸易谈判，美国甲中国施压的本钱。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咧太平洋的友邦土巴鲁，因的外交部长瓜辉即回来台湾访问6天，除了会拜会总统蔡英文以外，也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伫咧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表示土巴鲁新政府上台了后，对台湾的立场无任何改变，也强调这是甲台湾邦交关系有史以来上界稳定的。I mean, Taiwan could never counter China, mainland China alone, because it's obviously given the size of the economies. But there's an old proverb that says that one can easily be overpowered, but two can resist. And so we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grouping together and collaborating and working with our partners to be able to counter the influence from mainland China. 最近有太平洋的友邦去甲中国建交，瓜辉也讲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压力是愈来愈大。不过，这回来台湾就是要强调土法鲁甲台湾的邦交关系，也建议和台湾其他的太平洋友邦来结盟，做伙支持台湾，做伙对抗中国影响。也讲新任的总理若坦好，可能在明年4月会访问台湾。在2020年，除了要选总统，也要来选立委。每一个政党拢开始公布不分区立委名单，也恐惊会影响到政党票未投互相。日前退出国民党不分区的区价，却伫咧新党列做不分区的地位，佮讲有真侪秘密爱总统蔡英文较犀利。我在新党，我的战斗力爆棚。区议家己讲，伊的战斗力真悬。顶礼拜退出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名单了后，变做新党不分区的第1名。国民党不敢提的。新党要能够逆袭成功、转败为胜，他需要有个战斗团队啊！我必须宣布，正义兄弟重新合体。蔡英文，你怕了吗？发抖了吗？区议宣布讲要重新回来政坛，向民进党来呛声。伊嘛预告会有真侪人底办法，呼吁总统蔡英文爱说字。另外一边，安迪丽了公布不分区的立委名单，现场的气氛是真和平。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去年台北市选战唱歌出名、推杀旁边地榜的吴国勇，这届改唱基督，代表安迪力量出战，伫不分区名单内底排第7。应该是要为台湾来祈祷，希望台湾能够真正的更好。安迪力量去年主要推销爱家公道，得到700多万票，希望讲这个气势会当挡到2020，和政党票破5%。反对任何助长性别歧视的言论跟观念的一切，例如教育活动或是概念，在现有的这个精神医疗上面，能够有独立的政府的对应单位。原本团公红列伫咧时代力量不分区名单的精神科医师邓惠文，用列党不分区第1名的身份去中选会登记。2020大选，国政党上连续公布不分区名单，国民党由立法院总调陈明忠带队来登记，针对要去中国参加活动引起讨论的体重高司法顶人，还佫有党内副总统参选人刘善政捌讲到政党票唔免投予国民党，陈明忠是斗3天来背会。我不觉得他有这个意味，不过谢谢他的指教，我们会认为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台联嘛，日伊去中选会登记不分区立委，而且抗议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是出卖台湾，选战开始倒达时间，国政总统一拍拼要来抢国会的席次。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马林斯
今仔日宣布讲，去到台湾拍拼的台湾选手陈伟文转让出去。陈伟文透过面册表示感谢马铃社成全，面对未来的挑战会尽全力去拼。另外，去日本的杨大光也因为巨人队竞争真激烈，而且伊拢是因为大拍才来上场，表现是无用过遐尼好。等下台湾休假过6天，如日歌手杨大光才往例记者会分享这位的心得。但是反正因为周刊报道家族的疏失受到影响，和过去比起来，讲话较保守，颠倒是神秘嘉宾胡瓜讲的话更较侪。不管担任什么角色，把自己的练习做好，然后可能就变成一种习惯，然后对自己的一个负责。巨人今年外野竞争真激烈，大部分以大打就场，要安怎看待出赛110场，4发轰不浪和2胜7次打击队的表现？右上的回答嘛是真中性，讲上济是今年8月伫先摆阿布森之主的建议之下，换球棒的效果。20颗真的差很多这样子，对，然后就变成反方向，对，反方向内角高低就比较有速度出棒，对。明年4月6手节敢有机会参赛，杨大光表示尊重巨人球团，不管安怎，明年上重要的是身体健康。2019年球季，台湾如外野球选手敢若无啥顺利，伫 MLB 马林鱼的组头单位因和球团宣布指定让渡，因在随伫面册表示感谢马林鱼的成全，继续落来挑战会专业去拼。有台联盟骨大当主力的王建民也承认讲，知影消息有错一条。其实这都是一个职业选手的过程嘛，那就是继续努力，然后面对他要怎么去把它突破，然后再回到球场上。王建民相信单位因若无放弃，拢会当转去大联盟球场。球评是指出，虽然单位因这季是后补交出防御率6.59，0胜1败惨淡的表现，但是相信有球队会介意。他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先发投手，任何跟他签下合约的球队只需要付到这个基本薪资。为日本职棒到美国职棒拢是先发，今年被安排中继表现无好，单位因新冠来嘛无好过。即马马林鱼认赔释出，球评是认为对双方都是好代志。说到来，单位因就爱伫咧10天内决定接受下放交易，或者是释出离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乌克兰举行的 ISFS 世界高中电竞大赛，新德县的东泰高中代表台湾去摕到世界冠军，而且也是咱台湾头摆派高中队伍出去比赛。新德县体育会表示讲，新德有德可优势，希望会当甲电竞成做县内的重要栽培项目。台北 Your applauses! Команда з Тайваню Championship! Вітайте чемпіони Лікаріао! 1-9主办单位宣布总冠军得主台湾队，台湾选手这个时阵才确定家己有影将冠军摸回来。来自新德县东泰高中的电竞队，为台湾飞至要17点钟去乌克兰比赛，总算伫决赛时阵拍败强敌，摕到冠军，嘛证明家己的实力。家里之前是不支持的，然后后来就是有打出一些成绩，家里就开始慢慢支持。早上8点就请学生到学校来，然后每天都练到晚上差不多10点或11点吧，或是有时候会更晚，大概一天都练14、15个小时。等一下可以去带个浴室的或带暖风。对于到学校，选手嘛是唔敢放松继续练习，因为新德有科学园区硬体的优势。新德县体育会表示，未来希望会当将电竞发展做县内重点的栽培项目。我们这里有园区，有很多的硬体的厂商来足够供应我们电竞选手在未来的设备上面，还有未来的资源上面有非常充裕的。让他们有更好的空间来去发挥他们的才能。透过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的孩子真的能够跟别的国家的这个高中生做交流。这是台湾头一届派出高中队伍征战世界电竞大赛，头一届就摕到好成绩，嘛证实台湾伫电竞竞赛当中实力真在。记者综合报道。建校52栋的天主教学校中公路中，因为国中部伫109学年度开始要收查甫学生，校名也改做讲中公中学。这几年已经有不少学校开始转型，
校方也认为讲，收查甫学生对两性教育有帮衬，也能减轻囝生少的影响。艺术在恁音乐班的课堂顶面，查甫学生做伙上课，这是校园内面真少数的景象。新北市创校52档的总共女中，除了音乐美术班之外，一向敢若收女学生。但是这项历史伫1809学年度被拍破，国中部会招收查甫学生，校名嘛改做中共中学。之后大家出社会之后是男女会混在一起，所以提早在国中的时候接触异性的朋友，跟就是全部人一起相处的时候是比较好的。没有所谓的少子化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就有招收过一批男生，但是我们当时觉得说我们的设备方面、环境方面没有准备好，所以只收了一次。校方表示，多年前就捌予艺在班收查甫学生，却因为设备无够完善，全取消。5档前才搁开放，但是这届国中部全面开放，除了因应少子化的趋势调整，嘛是考虑到应该予查甫查某拢有一学的机会。这几年来，陆续有学校打破单一性别的情形。台南市创校8年的中英女中，嘛伫4档前开始收查甫学生。校方认为，除了增加学生人数，更加明显改变的是校内气氛，各学生的两性观念。引进不同的性别，在校园里面就让同学们去认识异性、了解异性，甚至学习怎么跟异性相处。如果扣除少子女化的因素，其实我们是在往上攀升的。教育部统计，目前全台湾敢若收查甫也是查某学生的高中集1023间，男校3间，女校20间。虽然男女减少是一种趋势，但是学校认为，伫咧读册人数无减少的情形之下，无打算要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西滨快速公路配动寮到高地处的工程，在今仔日得到国际道路协会全球道路成就奖的环境减轻这类的首奖。主要目的是因为这个工程对一开始就用工程的碳管理，也就是在任何过程对碳的产生，拢伫咧计算，也有伫咧存在。为最终九区规划鹅啊，西滨快速公路的7个溪桥下骹，鹅啊龙一条顶牌的工作。因讲7个溪桥通车2年外，无感觉生态环境有特别改变。西滨快速公路被动寮到高地处的工程是国内第一个为建筑开始导入减碳管理的工程，为材料供应商就开始观察排碳资讯。刚开始推这个工程碳盘查，其实施工厂商、供应商等等，它的了解性并不是那么高。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工程量体如果大的话，它牵扯的工程厂商就会更多，那工程的材料项目等等就会更多，那都是会是有一些困难的。为源头控管碳排放，工程使用计划设计亲像以成熟建材代替暗土，做铺面甲冻土墙，应减少一半碳排放量，佮配合环境维护，减少164座大安森林年起付量，得到国际道路协会全球道路成就奖。为了兼顾开发生态，公路总局计划伫未来工程都是减碳管理。除了说必要的一个施工构台之外，我们不再去多做一些支撑，我们用悬吊了。悬吊的目的的话，第一个当然，你要在那个河床底下做支撑的话，一定有很大的一些干扰，对这个环境尽量减轻到最小的冲击。因为国内过去无工程碳管理机制，公路总局也将西滨快速公路的工程碳管理作为示范案例，建立相关数据上传平台，让未来厂商用登录资料，方便其他工程导入。目前苏花界工程也已经使用这套工程减碳管理系统。记者综合报道。中华鹿港在今年11月24日要举办头一届的风吹节，伊的主题是空中动物嘉年华。邀请台湾各地头真够放风吹的人，做伙来放大型的动物风吹，也有其他活动要邀请民众做伙来体验。甲规束风吹线扣掉咧，大家走位头前去，落个风吹就特别起飞啊！大人囡仔甲各种卡哇伊的风吹，早来鹿港镇的立体体育场准备试放，替2019年头一届的鹿港风吹节做准备。结合我们在地的吉祥物这个小鹿鹿有2层高的一个风筝，还有几款热门的卡通形成一个好像是童趣的一个风筝秀。鹿港因为外海，即阵开始吹东北季风，特别适合放风吹。今年头一届的鹿港风吹节，特别邀请各界30位放风吹的高人来遮表演放风吹。主办单位也规划真侪活动，要让民众家己做风吹，也体会放风吹的趣味。这也是我们今年鹿港首创
的一个风筝节，也当讲在空中放出很多的动物，好像形成一个嘉年华。古锥的独独管呀，虎甚至连鱼啊，拢伫咧天顶飞来飞去。5月17个风吹有影声人目。11月24特别伫咧鹿港镇的体育场盛大登场。鹿港镇的镇长希望会使透过风吹节的活动，结合鹿港的景点，互更较侪人看到鹿港迷人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唔知恁敢知影，其实伫咧荷兰时代，荷兰的传教士已经用亚门讲来作笔，伫咧新港文书也有记录。伫咧台南新市的社内社区汉学班，台语老师也教因用亚门讲作笔，做伙来写罗马字，学员也讲真趣味。看到是大人，大家坐规排认真咧写字，斟酌一看，因爷的毋是一般的笔，是鹅毛做的笔。这是台南新市社内社区汉学班的课程，台语文老师带学员做伙体验400当前的人用鹅毛笔写罗马字的状况。有啦，真好写，嘿。伊这吼，安尼尖尖甲运来，就安尼甲写，做好写啦。咱来写这罗马拼字的，就是呢用鹅毛笔，鹅毛笔，鹅毛，带鹅毛，用鹅毛笔呢滚目接来咧写这罗马字，这罗马字所以咱今仔日呢，这个活动是非常有特殊的意义的，有这个意义。这可能呢已经400当已经无人安尼咧做啦，鹅毛笔伫咧荷兰时期就已经出现，甲鹅毛写甲尖尖，阮目接就会当用来写字。汉学班的学员拢是头一摆体验，趣味佮新鲜。设计甲安尖尖写尖尖，才会当较内底会当存那个墨水你慢慢写，慢慢造出来，会当较持久呢，真好势呢，足巧的，设计的人足巧的。我们这个去找这个鹅毛人他刻意把前面这边修剪一下，还有中间有一个裂痕，刚好可以把这个上面的墨汁慢慢的流下去。有学员表示，鹅毛笔看起来软软，写字的时阵袂当伤出力，爱将喉口开力才写会好。伫社区内学台语文，佮有机会举鹅毛笔写字，互人感受古早时的记忆。汉学班的学员拢讲是真难得的体验。记者综合报道。作家江元庆参与调查司法含冤的案件已经10外档了。伊的报道文学作品《流浪法庭》系列，记录台湾司法判唔对的案件，也推测台湾成立诉讼法。今年53年奖的文学奖颁发予伊，伊讲伊会继续写，要写予大家知。到哪天我写不动了，我没办法写了，谁来继续写？谁来继续写这些可能永无止境的冤案故事？一沓的起诉书、判决书、侦查笔录等等重要的官方文件，是伊费心情收集、整理、解决冤案的重要根据。伊是江元庆2008年的作品《流浪法庭30年》，说出第一金行阿辉弊案，3个起予司法审判耽误30年青春的真实事件，也促成台湾通过诉讼法。当我在开始追这个案子的时候呢，那是第100位法官的出现。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每次开庭我就去旁听，然后再去问这流浪法庭的这3位老人家，我去追他们家庭里面历经这件官司的痛苦折磨。江元庆透过文笔描写司法案件的情景，讲出冤枉落脚的人，也有被告的家属沉重的心情。伊也讲出继续调查和继续写作的用意。我写书不是为了什么，我只是为了要改变。不改变的话呢，我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案子、哪一个人，他误闯了司法丛林之后，换他在流浪法庭30年。江元庆表示，《流浪法庭30年》这本册的精神，其实是伊伫咧政治大学传播学院读在职专班所写的司法无边毕业创作。理为义，民事为义察，所有的冤案里面，其实都包括了一些不为人知或者是难以让人体察的一些东西有时候连法官都看不出来，或者是一般人都看不出来，但是他往往能够从那里面去找出那里面的一些美感。
江元庆过来推测司法改革的过程，就那亲像是加入去司法内底，经过一段孤单的旅途，让伊深深感受到法治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我始终觉得，判决书的浅显化绝对不是一个很简单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今年56岁的江元庆摕到第41届吴三连文学奖，伊讲伊会继续书写，因为伊相信只有家者去互司法同误的人的故事记录落来，才会使互更较侪人入捌司法，促成司法改变。记者阿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受到风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东北部地区会落雨，北部、东部以及到山区的所在会落阵雨，其他地区亲像是偏湖、金门、马祖是多云的天气。风台入要来，千万唔通挂无事牌。明仔载气象，咱也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对20度到28度。中部地区对19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20度到31度，北部地区对20度到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8度到27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英国看灯光的表演。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在工的时间，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位观众朋友，大家好。